作為 ViuTV 新任職員工，冇理由做團中唔玩 game show 啩？一於去呢度啦！呢個係你今日嘅任務。又玩呢啲？今日嘅身份學生會。學生會，你今日嘅身份係學生會會長，目標係為學生會內閣贏取資金。於是 Sport 由男團化身成學生會內閣，接受一連串嘅遊戲考驗，經歷爾虞我詐、勾心鬥角嘅心理戰，誓死爭奪校方資金。Sport， 我哋 dance 翻個 beat，好冇？學校內閣 Sport 要上巔峰，我哋做事肯定唔會鬆，腳踏實地向上爬，校園地盤我哋打，要少要多，不定要好，戰術撥款仲未夠後，向上爬，拎大錢，向上爬，拎大錢 ，Sport。波中出了2個叛徒。Dear Sport， 今日7位成員入面將會有2位內鬼暗中搗亂，嚟緊將會進行3個遊戲考驗，你哋贏得嘅資金會放入喺學生會金庫，但係2個內鬼亦會從中作梗，令到學生會損失資金可以代入佢哋嘅內鬼金庫，而內閣 Sport 任務只得一個，就係成功揾出2位內鬼，贏得學生會金庫嘅資金。假如只係揾到1位或者揾唔到內鬼，即屬失敗。2位叛徒就會贏得內鬼金庫嘅所有資金。Good luck， 你真誠的神秘人上。我哋上去揾咗主任先啦。好，Go， 順便揾埋嘢飲。今日佢哋學生會內閣 Sport 將會經歷一連串嘅審批考驗，從而賺取起動資金，總值港幣1萬蚊。呢個對啱啱出道嘅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唔細嘅數目。冇啊，我用盡全力都要贏咗個 game。開始遊戲之前，熱一熱身先。喺限時20分鐘裏面，你哋接200隻紙飛機，接得少就蝕啦，因為越接得多，喺之後嘅遊戲就越着數。OK， 3、2、1 ，Sport Union！ 接紙飛機環節開始。咪先，但我記得好似係要正方形嗰啲先飛得最遠嘅喎。嚇？點會唔識接紙飛機啊？你係咪內鬼係咯，內鬼啊！紙飛機都唔識接。佢係要數量定係要性能㗎？性能，誒，梗係2樣都兼顧啦。冇問題。喂，內鬼唔好突然間掉咗內鬼喎。喂，好難接啊！嗱，已經開始咗3分鐘啦，有位同學係0隻啊。網球。喂，其實啲紙寫嗰啲球類活動係想點啊？偷飛機嘅球，喂，佢偷我飛機喎！我驚你唔夠位擺啊！內鬼。好，夠鐘。知唔知攞嚟做咩？唔知係正常嘅，因為啱啱只係熱身啫。接飛機，接完啦，係接飛機。好，去操場，喂。接飛機。行啦 ，Onion， 我哋 Onion。頭先你哋接嘅飛機咧，係代表住唔同嘅投球嘅球類。時間關係 ，Sport 已經自行分咗組。Let's go！ 哇 ，OK 喎！呢個籃球啊，呢個咩事啊？真係用到捕蟲網個捕啊！哇，好勁喎 Alpha！ 你有咩策略啊 Dave？我第一隻接到，講真。而家我哋就知啦，如果 Dave 喺度揸流灘，就知道佢係咪臥底啦。我哋 test 下佢好唔好？最後3分鐘。喂，呢個佢真係跌咗。鬼咯，放飛咗啊！佢咁樣夾咗架底，跟住放手由佢跌咯。內鬼嘅。內鬼。哇！
喂，梗係穩陣射啦。射籃球梗係交俾啲專業㗎啦。牛牛係區隊 ，Alvin 同埋 Dave 都係校隊嚟㗎嘛，交俾佢哋去射嘅話，我就覺得係最好。好彩我唔係射波喎，情願我一定係內鬼，佢哋覺得。但我哋頂埋佢，我哋好快食飯。一皮嘢啊！入到咧就有機會嗰個代表嘅金額可以入落去內閣嘅啟動資金。提提大家一個資訊，你哋每射失每一球，代表嘅金額會直接落入內鬼基金裏面。第一位挑戰者 Alvin。OK。我會俾你知道隊長嘅實力唔係浪得虛名。好，準備好就可以開始。第二球。哎呀，加油啊！咦，啱啱入到，而家入唔到。OK，Kobe。4個網球，向上向天。大力啲，大力啲，大力。冇咗1200蚊啊！哎呀，冇咗500蚊啊！咁啊計到內閣金額咧有1000蚊嘅進帳，重金喺你度啊！你入2個就亦1000蚊啊！冇錯，咪加油！哦，牛牛嘅瞄準方法係擘大口喎。哇！認真喎呢位師傅。OK， 唔計，冇入嗰啲唔計噶嘛。你擘大個口就入噶啦。你合埋咗啦個口。對路啊！入啊！再大，記住擘大口。誒，高少少。哎呀！喂，其實有 feel 喎。喂！哎呀！哇！有 feel。係佢啦 ，feel 到啦係嘛？哎呀！仲係之神。壓軸嘅挑戰者係 Dave。咁你有信心係入到幾多咧？8發8中。哦 ，OK。咦？係。OK。3中1，3中1麻麻地喎。喂，俾啲 power 好唔好？分到豬啊！好。打你㗎啦，仲唔係內鬼？200蚊啊，係嘛？其實 Dave 係唔使諗嘅，一定係投佢。因為咧，佢嗰種狀態係。Game 2轉身射個3分波，成績公佈。Alvin 入咗5個籃球。壓軸嘅 Dave 入咗1球籃球，得到200蚊。換言之，你哋為內閣所增進嘅金額係2400蚊。由於頭先你哋每一球嘅射失，個金額會直接入落去內鬼嘅錢箱嗰度。恭喜晒你啊！3個加埋，因為射失而產生嘅金額高達10500蚊。錢箱嗰度。你個人再扮啦，你再扮啦！恭喜晒你！喂，恭喜晒！請食飯啊，陣間好嘛？10500。嗱，大家都記得啦。我哋一開始講咗，今日我哋本身嘅內閣金額係準備咗1萬蚊嘅啫嘛。呢個計劃嘅總金額上調至2萬蚊。咁開心做咩啊？如果有機會係俾內鬼得到嘅話，就2個人分晒嗰2萬蚊㗎啦。所以喺之後嘅審批遊戲，醒醒定定唔該。知道。你個志氣碑嗌多次口號，勁啲嘅。Sport Union 咁開心，大家經過一輪遊戲之後點睇啊？我覺得呢2個半途真係收得好埋，都唔係好埋啫，咪喺度咯。直頭出現埋。我覺得第一個有嫌疑嘅咧係Gordon，因為我覺得Gordon今日好靜，佢平時好嘈㗎，玩 game 嗰陣。你唔使特登揾嘢講㗎喎。我覺得咧，成日靠相信冇用嘅，你要推論㗎嘛。冇錯。咁我就推論咗2個人出嚟嘅，一個就係牛牛，一個就係 Dave，佢就比較 hea 啦今日。我撐你㗎。啱啱宣布有你個錢罌裏邊有1萬蚊嘅。咩？我錢罌得2400蚊咋？呢下幾醒，呢下跳得好快。總之你係好開心啊 feel 到你。我冇表現出嚟。仲有你。係。
你屈我啦，你屈我冇我解釋就係問題㗎。覺得你好奇怪咯，今日我唔識講佢嗰個唔同啦，但係佢係有個感覺有啲唔同咯。我嘅候選卧底咧係有2位嘅，包括就係 Dave，仲唔係你？喂，其實做卧底可唔可以成少少啊？你解釋啊！你解釋啊！其實做卧底咧，你應該係你偷飛嘅，你冇問題，你咪偷咯。喂，我得5格嘅時候，擰轉頭得翻2格。喂，唔係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偷嚟，唔係你偷係邊個？我偷嚟冇用噶嘛，嗰下。你啱，其實佢偷還手啊都係得咁多嘅啫嘛。你睇唔睇我接咗幾多架飛機？你諗下。咁點解你要偷？我覺得佢玩啫嘛佢純粹出於手多嘅啫。我真係玩㗎咋。下一個係牛。又係我可以。我可以解釋嘅，點解咧？我哋宣佈呢個金額嘅時候，因為射失而產生嘅金額高達10500蚊。你嘅反應有少少奇怪。我嘅選擇係同哥頓一樣嘅，兩個都係。Dave 就唔使講，穿晒煲。啊！你今日狀態好差喎。係啊 ，Dave 係第一個，第二個我仲諗緊，我覺得係呢2個其中一個。嚟緊每人有2票投俾懷疑嘅內鬼成員，最高票嗰2位需要進行驗證，驗證結果會發送到 Bosco 電話，信息會顯示冇內鬼或者有內鬼。請注意，就算顯示有內鬼，都可能係1個或者2個㗎。咦？咁一係我哋揾一個一定係好人，同埋當如果我哋懷疑 Dave，我哋擺佢入去，然後再揀個一定係好人嘅。邊個係一定係好人？我咯。 firm 一個先，firm 一個先。係咯，firm 咗先，firm 咗先。因為呢個情況最點都係淨係 firm 到1個㗎咋，最多。幫我懟下 Dave 出嚟啊！靠你啊！有內鬼，終止交易。即係我明明已經淨係做我自己本分嘅啫嘛，佢哋咁樣督我出嚟喎，仲要6個人都係咁喎。驚啊我！你信錯人咧，喂，你咪信錯人。